立法院司法甲法制委员会4月19日时阵通过初审，针对立法院职权刑事法，那边赢立委是有优势，想要拼伫总统就职进前来通过法案，互赖清德未来爱去立法院报告，而且佫爱随问随应。民进党团是来批评讲，这那边赢联手，就是按算要伫调野协商的时阵，杀到民进党团的版本。 关系到国会改革的立法院职权刑事法修法，15日国民党团、民众党团占优势之下，强势初审通过南北版本，全数条文保留，直接送到调业协商。民进党团反击，民进党立委郑嘉彬18摆审家己提案的版本，也佮有国民党卢玉玲、郑天才、洪小玲等人提案。不过国民党林书明提出并案协商，民进党吴思瑶发声讲。 无任何法案应该互放掉。今天的议程呢，我是认为说在程序上没有什么正面的效益，法案已经向前推了。我们还新增了2个章节名，所以连章节整个职权行使法的章节的排序，这个法律秩序又大不相同。林书明认为这件代志袂使讨论两解。吴思瑶表示，国民党的版本干那14项条文。 民进党的版本有24项，坚持逐条讨论，也若拿入83党的国会改革法案，分别有争差。那别提出立法院听证权、调查权，另也是就特定的议案刑事调查权。另外，那别要求总统国情报告，而且爱随问随答。那也搁提案刑法表示国会，民进党团拢反对。 郭建明直接讲，那被联手看牌，目的就是为着赶伫5月20进行通过。杨博很清楚啊，35年以前要通过嘛，要找赖清德来任总统来做国情报告，要即问即答嘛，还有书面报告，这可得吗？这违宪的嘛。说谎官员要罚啊！这是2016年民进党版本里面的。 可是我不懂为什么2024年版本特别把虚伪陈述拿掉。我们现行上并没有对这一方面有做规范的。民进党心中他们在意的，从来就不是立法院要怎么建立规矩，从来关心的就是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。针对政府立法院长的投票，南北拢支持徛名投票，民进党是提出强化国会交通安全，完备党团协商的规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